咁英文嘅丁字咧，阿林記係代表邊兩個英文字？除咗 X 之外，係 D 字之外，仲有乜嘢 ？N。D 同 N 咧，其實係今年嘅大熱嘅英文字。4字係今年大利，但我冇講六合彩嚇，你哋自己諗啦。自己研究。但係即係4字咧，就係丁啊嘛，所以今年大利4號嘅。而4、9咧就係合局嚟嘅，所以大利埋個9字嘅。咁而呢個9字咧就係帶出另外一個密碼出嚟啦，就係乜嘢咧？就喺九運裏邊咧係大利19號嘅。19號，19號咧喺60甲子裏邊咧就係壬午嚟嘅，即係水同火嘅協調。咁而家水同火咧就好唔協調嘅，即係水火喺度爭鬥啊，互相喺度水又會克火啊，即係呢啲咁啊。要使到水火都既濟咧，就係19號。所以有一個密碼咧，我要同大家公布嘅，就係喺根據中國嘅歷史嘅興替。即係由秦朝到而家，逢親嗰啲朝代嘅興替咧，嗰啲年份咧，通常就係19年、38年、57年、76年咁樣，由19呢個數咁乘落去嘅。咁咧就喺歷史學家咧就研究，即係話中國同埋喺全世界好多嘅國家，佢哋嘅朝代嘅興替咧，都係喺呢啲年裏邊咧，係會有一啲革命啊，或者有一啲轉變啊。甚至有啲大戰爭啊，有啲大轉變，咁就用呢個數嚟到計國運嘅。咁啊，所以今日又爆咗一個密碼俾大家聽，就係19號。所以如果美儀你係有個19號嘅門牌，或者你住喺19號，或者你而家有個38嘅密碼，或者有個57同埋76嘅密碼，都係屬於喺玄學裏邊咧，係一啲叫做興替嘅密碼。興替嘅密碼就係一個革命同轉彎嘅密碼。咁呢個咧都係要特別大家留意啦。